好，又講賽馬第六場啊，4班1800米草地斯蘭賽道，咁啊揀咩馬？咁啊呢只咧就特別啲㗎，呢只馬好特別㗎。咁咧就大漏閘係嘛？漏閘之後咧可以跑第二嘅，好搞笑嘅真係。好啊，但係可能係1800米嘅關係啦咁樣。呢只5號啊，本之有咁啊11檔啊，田大安破二 OK。咁啊，因為1800米嘅關係，檔位又冇乜所謂嘅。咁啊喺上季即係佢跑最後一次嘅時候跑過第二。咁咧一開波就係漏閘嘅，不過漏閘都係喺後面跑嘅啫。咁啊，佢個速度好唔好咧？咁啊，速度咧就要睇睇佢個速度點樣啦。本之我個速度咧就跑緊第二名嘅啫，唔係第一名。咁啊，第一名嗰隻咧就係勁步速，咁啊第二名嗰隻咧就係本之有。咁咧就好啦，咁啊大家好清晰啊。咁咧速度上咧都 OK 嘅，就3.25。咁啊爭少少就贏啦，咁樣即係話。咁啊睇下馬會嘅數據啦嚇。好，咁啊本之有呢隻馬咧就即係我又唔知佢咩血統啦嚇。咁咧佢呢隻馬咧就3 win 馬嚟嘅，即係好近期跑嘅。咁啊6歲先至有第3 win。咁咧喺呢個4班嗰度飄緊嘅，本身係國際拍賣會馬嚟嘅，7歲咧仲有少少光芒。咁咧或者佢跑多幾次跑唔掂咧，佢就會收工㗎啦嚇，咁樣就唔可以長期追嘅一隻本之有。咁啊呢場馬咧，佢即係佢啊大漏閘啦，16檔咁都搞咗16倍喎大漏閘。嗱咁啊出閘緩慢，賽後咧就抽取樣本檢驗啲乜嘢咧？就係因為佢打咗針啊，即係佢爆起上嚟。咁佢三缸飛輪都爆啦，講真。三缸飛輪咧跑完，咦咁多 win 嘅喂，佢第幾 win 嚟㗎？三缸飛輪791場次，哇！再考都要 win 嘅喎佢。咦？791係2000米嚟嘅喎，三缸飛輪咧再跑翻個第一嘅喎，好犀利啊呢隻馬！唔嘢少啊 ，OK。咁啊，輸呢隻馬26倍爆冷，跟住再跑咧，跑翻個第一，即係三缸飛輪10倍又跑第一，冇人信之下又跑多次。咁啊，暴風雷又點咧？暴風雷咧就跑咦？又係喎，今季都唔差嘅喎，跑第二、跑第4嘅喎，仲係潘頓騎添。嗱，睇清楚啊嗱，呢個先最大特點啊嘛，791場次係蔡明少嚟嘅。即係佢今季嘅跑嘅時候，潘頓肯騎嘅。潘頓肯騎嘅原因就係因為睇到791場次呢隻馬掂啊，咁我就攞騎嘅應該係。咁啊，佢跑咗第二翻嚟嚇，第4、第2暴風雷。咁啊，雙贏點樣咧？雙贏冇嘢睇啦，跑完第4即係跑第3啫，但係都有入位置啦，好犀利。呢場好鬼勁喎！呢場唔知咩馬嚟嘅，仲要漏閘嗰種嚟嘅喎，真係真係犀利嘅啫。佢唔漏閘係咪應該會跑第一咧？會贏咗三缸飛輪咁啊！呢隻馬就大家好似好有期待啊，唔知得唔得啊？一開波就漏閘，7號啊，撲啊喺後面啦，最後嗰隻貼住條欄棒，OK，撲起個頭咁樣真係搞笑，不過冇乜所謂啊對佢嚟講。咁啊，因為佢係一個長途嘅賽事啦，我哋就睇住後面就得啦嚇，咁跳先嚟咗個零身位到啦，跟住喺第2位有勇進當鋭啊！好啦，咁啊一跳之下咧貼住條欄啦，7號喺尾4 ，OK，咁啊如果你中意睇嘅，我俾個框框你啦嚇。指到咯喎嗱7號啊，咁啊貼住條欄慳到盡咁樣，一轉彎就散開啲馬，搞笑。咁啊佢嘅際遇就比較好少少啦，應該係。即係喺入面揾位，咁啊刻意揾，哇咁樣都揾到位，咁搞錯真係。點樣散開㗎？咁樣啲馬打落去有少少反應啦。哇！喂，跑第幾㗎佢？拉斯個速度突然間快咗，跑第3喎而家。咦係喎，真係喎，拉斯50米，100米開始有少少速度。咁啊，佢隻馬咧就打到佢殘之後咧就跑咗第2。咁啊呢隻馬咧就慳到盡之後跑完。嗱，唔好理佢嗰個上場賽事嘅問題，最大嘅問題咧就係話佢啲馬咧好似好勁咁嘅喎，收韁贏喎4號啊！
咁啊，大家好清晰啊嚇。即係前面嗰隻收姜贏嘅，咁啊大家都係銀行馬嚟㗎，前面嗰隻就係、即係大家都知道佢咁樣收姜贏咧，咁下次都贏㗎啦，咁啊真係贏咗啦。咁啊佢係打到殘之後跑第二嘅，咁但係你睇翻嗰啲第三、第四都 OK 嘅喎，咁啊可以值得睇下管之友會唔會好啲啦嚇。